普通人嘅出路喺邊？我話你知，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安心做個普通人。首先，你要認清自己係普通人，遠離大話題、大敘事，專注細節問題，唔好成日背住使命感、道德包袱同責任壓力，先過好當下。唔好日日諗住點樣考清華。而家你只管將一科成績提高10分，唔好幻想一夜暴富。而家你只盯實手頭個項目，唔好為健康過度焦慮。今晚就即刻瞓覺，諗得太多只會令你永遠起唔到步。好多心理問題其實源於吸收咗太多唔適合自己階段嘅資訊，搞到腦袋超載。好多大議題根本唔係你現階段需要理會，你未有足夠分辨力，硬睇只會越睇越慌。聽我講，專注你嘅領域，解決眼前具體問題，持續學習相關知識，保持行動，短則3幾個月，長則1、2年，你會發現自己慢慢變好，改變人生。從來唔靠空談大局。我唔係叫你一世打工捱死，亦唔係阻止你關心世界，而係提醒你唔好俾無效垃圾資訊割韭菜。當你基礎認知未夠，睇唔明複雜議題，只會被動接收，呢個正係焦慮根源。資訊過載對經驗少嘅人，尤其年輕人，傷害極大。請遠離嗰啲難分真假好壞嘅內容，將時間留返俾當下。青春好珍貴，唔好浪費喺與你無關嘅噪音入面。等你去到某個階段，自然識得分邊樣值得睇，邊樣要忽略。立業成家，進階致富，一步一步嚟。成大事者唔爭朝夕，但求命途清晰，念頭通達。